地，照即个来行，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即条咱来念圣诗，圣诗53首，圣诗53首，请咱起立念全首。咱由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智慧将无得救，伊伫路边悬地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圣人啊，我叫恁。讲功德的人啊，恁就会晓互贪得通达我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好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对永远，对着起头，袂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袂定着，小山袂有的大声已经生我。伊建立这个天，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看过伊的灵验。迄时我伫遐做山头，日日互伊欢喜，
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并且日打着听叹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在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要做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即点咱这三个暗头来祈祷。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阮的阿爸，阮感谢你。伫即个天气无稳定的时阵，阮有侪兄弟姊妹身体拢无爽快，也求主你伸出你的圣手来医治阮，互阮有看病看医生的，会当通过医生伊对你来的智慧来甲阮对症下药，互阮知影阮的艰苦是对倒落来，是啥物原因？主，阮即点大家有责任教会，而且同心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互阮大家拢有同一个心，互阮会当来行。主你爱阮行的道理，你爱阮行的路。阮教会由阮的牧师甲道牧师带领下面，阮有要举行侪侪事工。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使徒，拢会当体谅阮的心，互阮会当同齐来甲牧师同工，互阮会当将主你的福音来伫阮南口的地区来传出去，互大家知影，主你才是搁真国活的上帝，互因无得搁再有望去拜遐假神。主啊，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同一个心。阮的使阮长老最近身体无爽快，也毋知影是啥物原因，阮求主你伸出你的圣手来医治伊。阮的祈祷无够个，阮若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大家同心来祈祷。阮有天的爸，愿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成，在你心里。阮的信心永远互阮，赦免阮的过，也求阮来赦免过阮，免你所阮的许许，永远甲你的他，因为国、阮的永恒拢是你所。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38节。因行的是耶稣入一个乡舍，有一个妇人人名马大，接纳伊伫伊的厝。伊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下来听伊的话。40节。马大因为接待因代志多，心忙，
就困耶稣讲：主啊，我的姊妹放我家己得帮，你无要紧吗？着介意来赞我。若是主应讲：马大呀，马大呀，你为着济代志挂如分掌，42节。若是我所欠能的是一项若定，因为玛利亚已经拣着好的份了，就是袂甲你抢直的。即条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因咧献的诗歌是：主啊，我情愿。献诗煞咱请着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听道甲服侍。
家平安。是真冷吼，感谢主，咱虽然伫即个冷的寒冷的天气中间，还阁会通挂空一切来到主的面前，咱伫遮三甲敬拜上帝，这是极好的福分，咱常讲爱来做。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阮搁一遍陪伴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要听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活命，你的话就是光。主啊，你的话一拍开就发出光，要照光阮头前的路。主啊，伫世间，阮有时为着做事张半，你甲阮迷失家己。伫即个混乱的世代，阮煞毋知要怎样。总是主，当阮倒转到你面前，当阮拍开圣经，阮听着主你向阮所讲的话，阮心头一定，阮就知阮刷落来要做啥物。主啊，愿你圣神帮助阮，互阮对着圣经的理解，帮助阮伫世上生活的时阵，会通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阮安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早起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咱真熟。啊，这段圣经也无困难哦，所以早起无要就这段经文来做解说，只干要对这段经文来提出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伫生活中，特别是伫信仰的生活中，咱要安怎样来定位咱家己？要安怎样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做一个真好的安排？我想伫教会内面有真侪无相款的兄弟姊妹，有的人是洗礼了后，渐渐就渐了，所以咱的教会若开会的时阵，得点名，咱就知影有一寡人是永远不到的，毋是伊无伫世间，是伊伫安怎？伊无要过来，甲咱做伙教会生活，所以这是一部分的人。剩的大多数是有咧聚会，但是有咧聚会，佫分出几啊种无相款的形态。有的人是干那来聚会那尔，所以聚会煞，就甲兄弟姊妹也无啥物联络啊。伊就是干那来做礼拜，所以过去我捌拄着真趣味的代志，就是有会友来到教会门口，因为礼拜早起，我会徛伫迄个教会门口伫遐来接待兄弟姊妹入来。有个兄姐会甲我讲：“牧师，我来啊！”我感谢主，你来毋是甲我报道，所以你毋免甲我讲，牧师你来啊！我看着你，我当然知影你来啊。所以有个人是感觉讲若像咧上课共款，来就先报道一下，牧师我来啊！若像牧师是你的老师，伫遐负责要甲你点名共款，其实毋免安尼。你来到教会，大家互相请安，安尼就真好。另外有一部分的人是安怎呢？真热心咧参与伫教会内面的服侍。即款的兄弟其实伫教会内面，我讲的是普遍级的教会，毋是干那咱的教会是普遍级的教会内面，即款的会友是占大多数。就是有咧聚会的人中间，伊是大多数。但是，认真用心伫咧服侍的过程，即款的人其实较少。通常即款的人拢是安怎？伫教会安排下面
伊检测有其他无相款的学识的残忍，比如讲插花啦，比如讲做胶胎啦，还是其他帮衬遐个软弱的兄弟，这拢是学识。教会内面需要兄弟姊妹参与学识，特别是咱即摆人到教会大力推动，毋通讲有更较侪人参与伫即个学识中间，所以就要有即个小组的训练，就要有组长的训练，就要有学识的训练。因为若无即款的训练你要学识可能会三无长啊。有真侪人有心要学识，但是来到教会，毋知要做啥，毋知伊会通做啥物。所以若经过训练了后，伊对家己伫教会内面学识的定位就真清楚。伊知影来到教会，我就是要做啥物款的事工，就是要帮助教会伫倒一个方面，互兄弟姊妹对你的学识来得到利益，得到帮助，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总是咱看过去伫教会内面，因为学识的人是少数，所以较安怎论，都是几个人在学识。学识久了后，伊会安怎？弹性疲乏，会感觉真忝。是安怎拢无人甲我斗相共，是安怎拢干那讲即几个人？请咱看今仔日个圣经，圣经内面记载即个家庭实在真趣味啊！因为即个家庭成员真少，只有3个人，一个就叫做马代，一个叫做玛利亚，一个叫做列撒罗。所以拄仔咱读的即段圣经内面，其实伫即个家庭过去发生的代志。咱嘛知影，即个列撒罗捌破病真严重，所以马代玛利亚就找人去甲耶稣讲，耶稣迄个时阵呢，照圣经的记载，伊拄伫迄个行洗礼约翰甲人行洗礼的所在，伫迄个所在在工作，所以人去甲耶稣讲的时阵。耶稣听了知影，但是无动作。有时阵我咧想，真奇怪，耶稣遐关心人，即个马代玛利亚已经找人去甲伊讲你所疼的人，注意即句话你所疼的人病已经真严重。若是你听到讲你所疼的人，病甲真严重，你会安怎？你心内安怎想？你会有啥物款的行动？照咱世上的即个情况，咱听见即个人甲我关系遐尼好，特别是我所听病甲遐严重，安怎？第一时间，无论我要赶到因兜去，要去看伊，要去关心伊。特别是咱知影，这个人报告耶稣讲列撒罗破病，这样上着心内期待的是啥物？就是得到医治啦。因为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伊虽然毋是医生，但是伊有圣神的配搭，伊会通医治疑难杂症，甚至死人嘛会当回过活，是毋是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消息，去报告给耶稣。照咱一般人的想法，耶稣听到，应该是第一时间就其他工作暂时放咧，因为要做工总嘛有时间，对无？要有啥物代志，比一个人已经到伫临终的时阵，需要你的关心，搁较重要。毋过圣经记载讲，耶稣伫迄个所在听到即个消息了后。继续休2天，继续在那里工作了2天。病甲遐严重，遐尼紧急啊！
但是耶稣哪会搁伫迄个所在延长2天？圣经无甲咱讲原因。2天后，耶稣才甲伊学生讲安怎？讲咱的朋友列撒罗在困，我来甲伊叫醒起来。哎，学生听无咧，想讲啊，你困倒困啊，甲叫醒要创啥？哦，所以通常咱若一个人咧困吼，无要紧的代志，咱袂去甲伊吵，对无？啊，困就互伊困啊，哦，啊，休困真好啊，哦，特别是这佫是一个重病的人，啊，尽量安怎？因若咧休困，啊，就莫甲交吵。所以学生对耶稣所讲的话袂明白，所以耶稣在伫迄个所在安怎？进一步甲伊讲清楚，讲耶稣罗已经死啦，耶稣罗已经死。所以伊学生迄个时阵才知影讲，哦，原来耶稣咧讲的困就是死。其实即摆咱嘛常常讲，哦，讲一个人若过往期的时阵，咱讲安怎？伊在困，特别是新约内面对即个死息的讲法，哦，常常拢讲伊是在困，特别是伫启示录内面讲安怎？讲遐已经困的人。就是只是讲，也已经拢过往去啊！哦，过往偌久毋知，但是已经拢过往去，所以圣经内面讲，遐已经得困的人。所以以后咱读圣经的时阵，若读到得困，你可能爱小可注意一下，伊无一定是真正咧困，可能是死去啊！哦，来。啊！耶稣因为安尼了后，过2天，啊，逐即马要去找即个列撒罗啊。但是有一个学生叫做德马，哇，德马即个咱嘛印象真深哦。通常咱若咧讲啊，伊是德马，意思就是讲安怎？伊一个足老妖气的人啊，哦，无法度真心相信，所以定定有真侪妖气。敢安尼？敢安尼？哦。所以即个德马伫迄个所在，就甲耶稣讲安怎？甲伊学生啦吼，甲耶稣甲伊学生讲安怎？来，咱甲伊来做伙死啦！是安怎他会讲咱做伙死？耶稣明明就讲要去甲列撒罗叫醒，啊，即个德马是安怎讲？啊，咱甲伊来做伙死。原来德马的理解是安怎？迄个时阵，犹太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要甲耶稣害死。圣经内面记载讲，因拍算要用石头甲耶稣钉死。所以耶稣若会互人用石头钉死，啊，这个学生对伫耶稣身躯边，是毋是会遭到迟疑之殃？哦，人要钉死耶稣，石头是无生目睭的呢。哦，你甲钉出去。伊毋是绝对拢顶着耶稣咧，伫身躯边的人绝对是冤啊，叫人顶的嘛。所以这个德马的讲法，就是因为耶稣伊的行程中间充满了迄个死亡的威胁，所以德马才会讲即句话啦。安尼咱就知影讲，耶稣当时要去伯大尼。迄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所以咱就看见讲，耶稣来到这个家庭的时阵，讲啦，讲列撒罗已经死时间啊，所以咱若就时间来甲伊推算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其实遐人来报告耶稣，耶稣若随时起身到伯大尼。安尼会赴袂？袂赴啦，因为咱耶稣前2天嘛，行路过2天，斗来4天嘛，啊，拄好列撒罗过身嘛。所以耶稣若来到因兜的时阵，列撒罗嘛已经死啊。但是咱看见圣经记载，马大、马利亚拢讲共一句话，讲安怎呢？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小弟袂滴到死。
所以耶稣听到即句话，心内实在真艰苦心。你知影，即个家庭甲耶稣的关系，迄是真亲密呢。表示安怎？为伫耶稣伫传道理的过程中间，虽然只有3年啊，但是即3年一定安怎？定到即个家庭。人若直接咧来往，迄个感情才会亲密啊。人若愈无咧来往的时阵，迄个感情就安怎？愈衰薄。不管有遐种关系也无，所以亲人，若甲你拢无咧来往，讲安怎呢？讲住伫厝边，你嘛无咧甲伊交叉。但是若有利益关系的时阵，住伫深山内底，你嘛会去甲伊找机会去甲伊安尼交往者。这是人情之常。耶稣常常甲即个家庭有互动，所以甲即个家庭有真亲密的关系。咱对着因甲耶稣的对话中间，咱会通看出一点。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的一段圣经，是这个代志中间的一件，就是耶稣来到即个家庭的时阵，马大伫迄个所在想办法，要好好来款待耶稣。因为耶稣是因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人，所以伊的陪伴，这是正确。咱普通时啊嘛是安尼，一个咱心目中注重的人，若要来到咱兜，咱嘛会想尽办法陪伴真好的物件来甲伊招待。所以行失的一定会做真好的陪伴。我想，即个时阵可能是已经接近中昼的时啊。所以马大伫咧准备的中间非常的无闲。拄仔我讲过，即个家庭敢若3个人。古早时代查甫人无咧插灶骹的代志，所以若要招待耶稣，会通做的就是马大甲玛利亚2个人要做。但是玛利亚伫灶骹伫遐无闲试试，无人甲伊斗相共。时间已经接近中昼，食饭的时间倒咧到啊，还未备办好势，心内着急，心肝火热，无人帮在。厝里毋是无人啊，还佫有一个呢，是安怎他拢无行到灶骹，无探一下头，所以就走去甲耶稣讲主啊，你放我的小妹家己一个伫遐咧无闲，安尼刚好，无你嘛甲我的小妹讲一下，互伊来甲我斗相共。你想看觅，若人客到恁兜，你敢会要求人客甲你厝内面的人讲，你甲伊讲，叫伊来甲我斗相共，你敢会安尼做？袂啦，安尼伤失礼啦，对无？要叫就你家己叫，他有咧叫人去甲主人讲啊，你去甲你阿姐斗相共，有人安尼无嘛？但是马大是安怎安尼讲，就表示因的关系亲密啊，当作哪像就是家己的人共款，所以才安尼要求耶稣啦。但是耶稣竟然不领情呢，不甩他呢？耶稣讲咯。讲马大啊，马大，你为着做事操烦啊！但是我甲你讲哦，袂通欠少的只有一项啊，定。玛利亚已经选迄个极好的福分。哇，这个马大碰了一鼻子灰呢。想要要求耶稣甲玛利亚讲，叫伊来甲我斗相共，想袂到耶稣啥安怎？说打了我1年呐，我碰了一鼻子灰了。讲我做的耶稣并无否定马大伫做的这个工课，伊敢若甲伊讲咯，讲你为这代志伤过操烦啊啦。但是我甲伊讲袂通减少的只有一项啊，定。咱想看觅，耶稣讲即句话，
有真深的意思呢。咱每一个人，定定拢嘛为着咱的生活，伫迄个所在在操烦拍拼，是毋是安尼？但是操烦拍拼，迄个成果若不如预期的时阵，咱会安怎？心内就生出侪侪埋怨啦。讲哈，我安尼拼生拼死吼，咱无得到应该有的即个成果，马代也无用支持，是安怎？他也袂比办好势，时间这要到啊，真急。难怪伊心内会安尼心生不满啊！所以咱伫生活中，咱若为着世间事伫遐咧操烦，咱加减嘛拢会有即款心态，有即款的心情。所以咱会通理解马代对耶稣讲的话，但是耶稣讲安怎呢？袂通欠少的只有一项啊！咱搁来想，咱过去所听到有关即个饮食的问题，古早人甲咱闹一句话讲安怎？讲民以食为天，即句话意思就是安怎？食饭上要紧嘛。哦，咱台湾人的话搁较趣味，食饭皇帝大。哦，即句话吼，甲咱讲安怎？食饭吼。哪像皇帝咧呢？皇帝无人会通甲伊命令，皇帝讲安怎就是安怎。所以食饭皇帝大，我即阵咧食饭，无人会使来甲我吵，无人会使甲我中断。哦，因为食饭皇帝大。所以世间人为着生活，伫个所在认真拍拼，理所当然。但是耶稣要互咱想，有一件事比你拍拼趁食搁较要紧。迄个事是啥物？听上帝话。我想咱会记得耶稣要出来传道理的时阵，伊捌禁食40天。40天了后，撒旦来试探耶稣。第一个试探讲啥物？你若是上帝囝，你就将石头变做囝，因为禁食40天，哦，枵甲安尼腹肚通较食，哦，所以这个时阵上要紧的就是安怎？食一顿饱。所以撒旦就甲伊讲：你是上帝囝，你会当做啊？石头甲变做饼，对你来讲轻而易举，是毋是安尼？但是耶稣甲伊讲安怎？人活的，毋是单单靠食米。也搁着安怎？我靠上帝的嘴所出一切话。所以耶稣对头到尾，伊所传达的信息，就是上帝话赢过世上任何的追求。人看做上要紧的食食，耶稣讲喏，人活的毋是单单靠即个啦，搁较要紧的爱我靠上帝的嘴。所出一切话，所以咱若理解即个，咱就会通明白耶稣对马代所讲的一句话：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我想咱读圣经的时阵，拢真理解即句话，咱嘛甚至定定会用即句话来甲人讲安怎呢？听上帝话，就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其他代志吼可以摆在一边。有人掠做讲，玛利亚听耶稣讲上帝话，传达这个真理，伊拢毋免服侍啊，因为伊已经得到上好的福分啊。哦，这个福分佫超过迄个马代的服侍呢。所以真侪会友。兄弟姊妹会认为讲安怎？听道理比服侍较重要。有时阵咱会安尼想，事实上你若安尼想吼，那就错了。想到我安尼想毋对，既然听道理是上好的福分，咱选择听道理，就上介好的啊。哦，马
代伫迄个所在服侍，甲耶稣也无甲伊学了啊。虽然耶稣无甲伊否定伊所做，但是耶稣嘛无甲伊学了啊。哦，所以耶稣无学了，耶稣是学了听道理的呢。所以真侪人的理解，就变做安怎听道理赢过服侍。所以伫教会内面，真侪兄弟姊妹是安怎，我来听道理就好。服侍毋是不可少的，服侍毋是袂通减少的，所以有服侍无服侍，对我来讲，毋是真要紧。我若有听道理，迄是上要紧的。若有服侍，是加减做就好啊。真侪人是安尼想，但是你感觉玛利亚听道理了后，伊拢无服侍吗？毋是哦。咱拄仔读的是《路加福音》，对吧？我甲你讲，伊3本的福音书内面记载另外一件事，迄件事就是安怎？伫搬过节进前的一礼拜，耶稣游园来到伯大尼，伫迄个所在。有一个人请耶稣食饭，耶稣受邀请到迄个人的厝里去食饭的时阵，同关福音内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记载，拢讲安怎呢？有一个妇人人摕一罐香油，来安怎？耶稣面头前，讲破迄罐香油，将迄个香油倒伫耶稣的骹，伫遐甲抹就搁安怎呢？用家己的头毛伫遐甲切。这个动作引起当时在场遐个主人也好，宾客也好，拢伫遐感觉安怎？讲哎呀，拍算啊！这罐香油。价值30两银呢！当时的30两银是因犹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累积，意思就是安怎？一年就赚30两银安尼啦。这30两银伫即个妇人人的手底，摕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全来甲抹伫骹呢。咱注意哦。迄个底香油，迄个管还无算哦。迄个管是一个玉盘，玉对咱台湾人来讲咱了解伊的价值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很不错。除了30两银以外，看来迄个玉盘的价值嘛袂少钱啦，无咧算。但是遐人看到这香油有30两银，规个拢看了拍算。假使若摕这30两银去真济数量人，毋知要偌济人得到帮衬呢？有没有讲错？没有错，有影30两银，一个人的一年工资会通帮衬偌济人呢？这是确实的。但是耶稣讲安怎？讲用阮这个妇人人所做，因为安怎呢？常常有数量人甲恁做伙，恁若要真济要帮助遐数量人，随时可做。但是即个妇人人做即件事伫我的心上，是为着我的安葬来做。这是什么意思啊？表示耶稣真清楚，阁无偌久伊安怎，定时加死啦。所以讲，这个妇人人所做是为着我的安葬来做的，要做伫耶稣的心上，千载难逢呢。即马不管你有几百万啦，你去买偌价值的香膏啦，要来抹耶稣，有可能吗？没有啦，除了迄个时阵以外再没有机会。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所以耶稣讲安怎？以后
无论伫倒位传福音，拢要讲起这个福林人所做，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所以以后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拢要提起这个福林人所做，但是真趣味就是安怎？东关福音3本的福音书内面，拢干那讲迄个福林人，迄个福林人是啥物人？你嘛讲清楚咧。既然普天下拢要报扬这个福林人所做的，讲规部你拢干那讲迄个福林人，迄个福林人到底是啥？既然要纪念你，要报扬你，你就把名字讲出来嘛，对不？可惜福音书拢无甲咱讲，毋过怎免惊。约翰福音12章开始，就甲咱讲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人是啥物人？就是玛利亚，就是玛利亚啦。甚至个安怎呢？搁较清楚来描写，遐个香油是啥物香油？就是哪达香膏，哪达香膏，哪达香膏伫当时是一种非常稀罕的物件嘞。这样稀罕的物件，这个福林人拥有它，你甲想看觅，女人爱香水是安怎？自古以来，千年不变、万年不变的代志啊！即摆你若送一个女性一罐安尼相当有价值的迄个香迄个香水，毋是香膏哦，只要送香水。我讲了，我一个感动甲，你把它看得多宝贵啊！送给他这样的一罐香水啊，这是名牌的呢，所以这个价值实在是很难去用金钱衡量啊，何况是哪达香膏所以对于这个玛利亚来讲，将在这罐香膏是珍藏的一个宝贝呢。拄仔咱讲过，这个家庭3个人嘛，马大、玛利亚、甲拉萨路，伊是姐弟关系。就甲咱讲喏，这个家庭这3个人拢无结婚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玛利亚是毋是准备这个拿达香膏，原底是拍算安怎？伊结婚了要用的啦。但是现在为了主耶稣，伊全部摆上，所以安尼有侍奉无？有，而且他的侍奉是安怎？正逢其时，拄拄好的时间，伊把这个拄拄好的时间做伫耶稣的心上，所以普天下传扬福音的时阵，爱提起这个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伊毋是干那听道理啊，伊阁知影安怎呢？抓紧机会，抓紧时机来做上好的服侍。所以得到上好的福分，嘛做上好的服侍，恰如其分。咱伫教会内面有真侪服侍，刚才咱有时阵会感觉讲有我无我都无所谓啦，反正就是有人在服侍就好啦。那安尼想，那就错。伫咱的信仰内面，听道理真重要，但是听道理，你若无去实践，这个道理只是空虚的理论而已啊。听了，你就要有实践，有行动，安尼，这个道理才会通伫你的心内真正生根布影、开花结实。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你若无通过这个实践，无论你道理听偌济，拢无路用。咱过去伫教会界有流行一句话，讲安怎？毋好人好啊！道理听偌济咧，甚至教会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啥？道理精。你若干那听道理，拢无实践，你就是一个道理精。
我期待咱每一个人毋通做道理者。咱听道理爱用心听，因为这关系咱永远这个代志。耶稣甲当时跟对伫伊身躯边的人，包括遮个法利赛人、经学士，拢甲因讲一件事，讲安怎呢？讲恁查考圣经，掠做迄中间有永远活。耶稣讲即句话，犹太人都肯定，但是耶稣接续落去讲安怎呢？甲我做见证的，就是一本圣经。所以咱甲耶稣建立关系，咱若无听道理，咱无法度甲伊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但是咱若听道理，甲伊建立正确的关系，毋过安怎？你无实践的时阵，安尼就无彩工。因为你的性命无甲耶稣真正结连做伙啊！你干那伫迄个道理顶面，伫遐知影讲啊，这是关系主耶稣的代志，啊，这是关系主耶稣的教示，安尼若听，实践，才是你甲所听的道理活出来。所以今仔日的题目讲安怎呢？讲服师甲听道理，对吧？所以这两件代志，它要平衡的，你若干那服师，你无听道理，渐渐你安怎？灵性孤单，你得袂到活命的供应。所以你若灵性孤单的时阵，你有搁较济机会，比马代搁较麻烦。马代是一时无用，伫遐发出即个怨言呢。但是你若灵性孤单你拄着无顺利的代志，你拢会发怨言。所以你服侍真好，但是一定爱愿意听道理。听道理是咱咧讲听，但是事实上咱灵修的时阵，读圣经嘛是听上帝直接对咱讲的话。所以这是袂当减少的。你干那听道理，无服侍，安尼变道理者；你若干那服侍，你无听道理，安尼你灵性孤单，活命中间就充满侪埋怨。求主帮助咱，互咱搁一遍重新看咱内面，咱是毋是？咱是毋是？这两项代志，伫咱灵性活命，伫咱的信仰中间，互伊达到这个平衡。咱有偏重倒一方面无？若有，咱会通做一个调整。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伫主的面前，是一个欢喜听谈道理的人，嘛是一个欢喜服侍的人。愿主祝福咱大家，三一阿达祈祷。亲爱的主，愿你帮助阮，因为阮的理性有限，有时阮对伫阮所听所做，难免的拢会有阮家己个人的偏好。总是当阮偏向倒一面的时阵，主啊，阮的性命就毋是一个完全的，就毋是一个妥当。愿你帮助阮，互阮常常反省，调整阮家己。阮安尼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点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185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记得。叫我来报告，东港的事况，咱有事东港的兄弟，请咱家己看。聚会人数较方便嘛，请咱家己看来关心。来，本会的消息，今仔日感谢牧师来信息的分享。下晡日2点，下晡2点有迄个名人讲座，吴凤约老师的专题演讲吼，伊是咱的民法队左右老师，请咱兄弟踴跃会当邀请亲戚朋友来参加。第三，本会定，咱已经拢有举行吼，过来伫3月20到3月30日下晡的2点到5点有幸福小组的密集的训练，咱的赵牧师要甲咱小组的训练。伫公布栏有填写的兄弟，请会当准时出席参加。小会有议决，为着要互兄弟搁较清楚吼，将建筑基金改做教会修缮基金，建堂的基金改做教会用建的基金。下主日为着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的讲员是蔡慕道牧师，伊的题目是服侍耶稣，请为学校的事工推动甲经费来改造甲方便。下台北中会咱西一区
联合受难的礼拜，伫3月29拜5，下暗8点，今年伫5股9月要举行吼，请兄弟会当踊跃出席参加，伫咱的公布栏登记，因为因要准备圣餐的物件，是头礼拜节止嘛。再来，本会就日3月30日要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请有需要的兄弟提供恁过往家人的迄个相片、的电子档，互咱的干事会当制作影片。同工嘛是咱台华语的联合礼拜，伫9点半开始嘛。本会定伫31日国外节，上午7点有伫咱的桥大迄块土地要举行朝阳礼拜，邀请兄弟参加。若要参加的吼，毋茫咱有咱伫公布栏后壁登记，因为咱迄天有要准备早顿吼，要去的兄弟拢家己去。迄天有咱是台华语的联合礼拜。搁偌济，迄天若有要受洗的兄弟，请阮咱的牧师也是干事来报名，会当安排咱的以后真理的课程。迄当天咱有爱餐，请咱兄弟会当家己炸家己的碗箸来。妇女事工部定伫4月20甲25有要举行第47届爱修会，茫咱兄弟拢会当报名来参加，甲咱的倩如姐妹，伊是咱社区的区长吼，伊报名。关怀甲台岛，请咱大家来为着辛苦病痛，也是带年的兄弟来台岛。为着咱即马1楼礼拜2甲3楼礼拜2要整建维修的代志来关心甲台岛，咱请牧师报告。大家平安。我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姊妹啦吼。这是一个施琼柳姊妹吼，是姊妹伊带伊朋友的孙仔吼，叫做杨姐妹啦吼，杨富轩姐妹吼，伊即摆是大学英文吼，伊个即个咱到遮读大学吼英文吼，但较无甲翻译吼，咱常常会当来聚会，感谢主好请者，因拢是主内的姊妹。再来咱来看咱消息的报告吼，来咱先来看今仔日补充有较侪一点吼，下晡2点吼，下晡2点，咱顶礼拜有讲过吼，下晡2点，咱即个吴凤约老师吼，即位老师是咱即马咱的上面即个桌游啦吼，到尾即个拜四下晡2点的即个桌游的老师，伊特别的见证，要来甲咱的中间，所以阮兄弟姊妹咱下晡2点拢来教会吼，差不多1点半咱就会当来遮集合啊啦吼，咱就会用一个餐的休困一下来，转来甲教会，咱来听即个吴凤约老师伊真精彩的分享甲见证。我在看但嘛有示范教学防止咱对头脑动一动所以下晡的名人讲座真特别，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来参加，或者牧师都是邀请。来第3点咱看有人讲牧师我真正毋知要安怎传福音，无要紧，即马咱邀请咱的道牧师传道教育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伊要一步一步来教咱安怎用来。所以毋茫讲咱会当拢来报名参加无一定就会当开始，但是咱无马先来听嘛听讲要安怎样来安排咱讲咱咧做幸福小组要安怎样透过即个短期10摆的聚会尔，敢若10摆10摆的聚会，要邀请咱的朋友咱的朋友来即个信耶稣。你就讲，你会讲，牧师10摆哪有可能？
咱伫即几天拢有办祈福小组，咱嘛有兄弟姊妹就是为遮来信主。那无一定是为祈福小组来信主，但是咱会当透过即个传福音的过程，所以即嘛讲咱兄弟姊妹拢来参加来报名。过来咱第4点就是比较有讲着咱有兄弟姊妹有时啊想讲要知影讲咱教会即摆要整建，但是奉献的科目搞不太清楚，所以咱先甲定即个，互咱较清楚。教会修缮就是讲，比如讲咱遮即个，咱即个，莫叫讲定定咧古装咧公叫，需要换新修缮，有咱就奉献教会修缮基金，就是叫做建筑基金，建筑啦，咱若要讲咱佫过几年咱要来建堂你要为着即个来奉献，特别来奉献，所以这两个基金袂使互相用，袂使互相伫遐来使用，所以咱即阵较要紧的是咱要整修咱的礼拜堂1楼3楼要来整修，所以咱特别讲建筑基金，叫做教会修缮基金，帮助咱来了解。过来就是过来2礼拜了后，就是准备咱来孝念耶稣受难复活，所以3月29号，咱算讲西一区有5间教会，拢伫南口五股泰山安尼，5间教会也要组成所以伫今年摆伫5股教会，牧师会开会的时阵，我捌倒牧师会开会的时阵有讲。当然，咱过今年来到咱南口，其他教会就讲袂使啦，恁南口定定伫遐聚会安尼，嘛来阮教会安尼，5股教会最近有嘛是整修，伊嘛是有新整修，咱嘛会当你来甲看，因整修了后的教会，伊是第1间马街牧师伫遐来设立的教会，所以咱会当教会即个3月29号暗时8点。所以若有要去的兄弟姊妹，咱小登记一下，看车辆要安怎来安排，也是这个代志，所以嘛讲咱当公布了来公布了来登记。过来就是这个清明历史礼拜，31号，这个部分拢写伫咧直播顶端，搁偌济迄天，咱有疗养礼拜，拢爱报名，咱拢爱报名。当遮来统计人数，以上安尼报告，搁一个咱关怀大道的事项，拄则才知影，咱今天的林州树姊妹，即间特色，伫咧昨伫新营教会，伫新营教会举行特别色，今仔日一个睡眠节，有来到咱的中间，即个睡眠节，起来，互咱知影讲啥是倒一位姊妹。睡眠节，咱伫大道的内面来继续纪念林州树姊妹，以上安尼来做。遮咱来今仔日的程序，5到第10章4来20，咱做伙来读。但是他们有有钱，阿里阿里上元515首，上元515首，临时说。
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请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界无尽。阿门。
不离基本行，因为这到条理了。电话就别说了，讲。